好，来继续来看高雄市长的补选，这个民进党内的大咖赖清德、黄伟哲、潘明安，拢到高雄甲陈其迈斗相挺。啊，这赖清德甚至直接就讲咯，讲陈其迈就是未来的市长。啊，有这个媒体针对着3个候选人的支持度来做上新的民调，陈其迈55%，李美珍21%，吴益政5%。这个李美珍的支持度，敢若比顶一届的民调小可降1个百分点。 可见，伊的基本盘真稳固，并无受到论文风波的冲击。副总统赖清德、罗南到高雄，甲台南市长黄伟哲、槟榔县长潘明安等人，甲陈其迈共同出席产业交流活动。被问到讲敢是来辅选，伊无正面回应，不过讲到伊的心声。今天南部的县市长跟未来的市长都到了我们希望大家一起来，能够达到目标。 讲到和论文的风波同上的李美珍，伊基本盘敢有放弃？有媒体最新的民调显示，陈其迈以55%的支持度赢过李美珍的21%，甲吴益政的5%。整体来讲，李美珍的支持度并无明显的下降，陈其迈是要拼投票论。我们比较担心是投票率了，选举的结果本来就是。 你没有到最后1分钟，你不知道结果是什么。那陈其迈先生的民调也是跟在发生这么大的风波差不多。民调分析参考就好，补选战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关头，3方的阵营拢都要想尽办法游选票。